今年批出你两啥去哪边了啊？俺去苗栗，还去参观客家演了哦。哇，阿弟哥你呢？去哪边了啊？俺妹去一个客家庄，佢还喺台湾提早得到认证嘅国际漫上哦。哦，俺知咧，係唔係鳳林鎮？俺是去過。佢嘛上輪確係，嘅就請你好好紹介一下鳳林咯。冇問題啦。你講幫從來等俺來紹介，第一個我紹介嘅係客家文物館，呢度有並同多老客家人生活有關嘅文物。本來參觀嘅遊客了解先民生活嘅點點滴滴。還有客家文物館隔壁嘅花樹徑兩部工坊，咩當有特色。佢嘅特色係食物飲，你看做得自家殺嘅愛談用辦嘅用食，自家飲不哦，都好啊，我根本你有帶。哇，汉江哦！接下來我紹介嘅係高中夢工廠，你兩啥是堂哥，米農出博士，鳳林出高中立基花冇啊？有，唔過我唔知那係乜嘅意思。我的也係因為早期米農嘅客家人總言改善活下經濟，又因為總言當辛苦，故所希望大細好好讀書徛出筆。哦，冇錯，因客家人當從事教育，故所啊掌握有一代人終身好子，兩件事讀書耕田嘅祖訓流傳下來。就因為條擺鳳林嘅客家人生活已艱苦，故所客家子弟大體就選擇唔是教學金嘅師範學校來讀書。就按樣，那條客家子弟對做欣賞喜事，沙定做主任又在高考高中。參呢，大家發現啲人口差唔多103嘅鳳林鎮。竟然有8個3個高中係鳳林人，故所鳳林就有咧高中志向嘅美名。唔過做乜嘅我按到高中夢工廠，感覺嘅係專門出產高中嘅工廠。唔錯，高中夢工廠冇出產電路，也唔係出產高中，佢係出產教育夢想嘅地方。呢度嘅。你做得聽退休嘅高中講故，咪做得自家慢慢地體會調擺客家人強幹意圖嘅精神。哇，原來係咁樣哦！唔過你調下小嘅都冇好食嘅。哦，你就想聽好事聽聽。你講你是一個鳳林，咁唔知鳳林有三寶。嘿嘿，我單槍聽過。東北有三寶，還有視察嘅人最驚讀到嘅三寶。啊！用神條呢？用樹飯條、薄皮辣椒，按有名，你唔知？除咗廿三寶，得到總統官保證嘅鳳林太西瓜，還有叫出出條褲，咩係一道鳳林天作為世界美食喲。還有街路有其他賣嘅客家版，咩學士到本人簽名。當多年一到有你，聽說會當工到鳳林市客家版。聽你就講，等下有下麼？嘻嘻，我就落去鳳林品嘗美食好麼啊？你哦，講多事，做到冇偏執。好啦，等下出來去。好，去好。行禮，俺是誰？